咩人最中意見到天災人禍、幸災樂禍呢？騙子。咩人最中意將自己財富建咗喺別人嘅災難之中呢？騙子。騙子騙子，提防騙子啊！自從大埔火災發生之後呢，依家就好多啲騙徒都出嚟整蠱作怪，呃啲人嘅錢。有啲啊整個釣魚網站啊，整個咁嘅二維碼啊，引你啲人掃入去。其實佢就呃你哋啲錢嘅。另外有啲呢，就假扮災民，上網叫你哋捐錢俾佢救濟下，但係又係呃錢嘅，根本就唔係住喺大埔嘅，結果俾警察拉咗。咁啊，呢啲咁嘅手法呢，就好多俾人督穿咗噶啦。但係咧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好快佢哋又諗到第二啲橋嚟搞你哋噶啦。所以呢，大家要提高個警惕。災難就好似呢個鏡子咁啊，照見咗人間嘅大愛，但係都影出咗極致嘅自私同埋涼薄。有啲騙徒啊，喺大家哀悼嘅時候呢，就反而計算睇下點樣將人哋嘅悲痛化為自己嘅不義之財，其心可誅。佢哋嘅行為呢，唔單止欺詐，但係對社會道德底線嘅瘋狂挑釁。人在做，天在看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若然未報，皆因你未舉報。所以呢，遇到呢啲咁嘅騙案呢，大家都要舉報，報警，報 ICAC，甚至報東張都得。